匯聚國際同埋內地資本，並且提供豐富多元嘅金融工具，加上優秀嘅專業服務團隊，能夠協助中東提速發展，亦都為自身開拓更大嘅發展空間。陳茂波話：本港致力鞏固同埋傳統市場聯繫嘅同時，亦都正係積極開拓新興市場。又話香港經濟目前展現良好嘅勢頭，第三季經濟增長3.8%，出口繼續係強韌，本地消費復甦亦都加速，訪港旅客嘅數字繼續錄得雙位數嘅增長。預計今年全年經濟增長目標可以順利達到。特區政府代表團早前考察北京市副中心同河北雄安新區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長孫東喺本台節目話：兩大區域都係先規劃後建設，強調產業發展同建設生態文明等等，做到產業融合、產城融合，建設嘅速度驚人，亦都採用先進嘅高標準，認為值得未來北部都會區發展借鑑。孫東話：本港未來創科發展會對接國家15+5規劃，其中15+5強調推動科技創新同埋產業創新深度融合，而本港科研實力較強，同時聚集國際高端人才。新田科技城會強調發展中試產業。佢話：15+5強調本港要做好超級聯繫人，本港會作為內地企業進入國際嘅首站，亦都會同大灣區共建產業鏈、供應鏈同埋出海鏈等等。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主任兼臨床教授張永忠話：研究發現，抑鬱症患者嘅整體死亡風險比其他人高出1倍，而自殺嘅風險更加高出近10倍。亦都發現唔少抑鬱症患者身體健康情況較差，引致死亡風險較高。佢喺本台節目話：今次研究發現及早接受藥物治療可以減低2至3成死亡風險，而主動預防亦都同樣重要。建議提升公眾對抑鬱症嘅認知，及早識別同埋處理風險因素，去除精神健康疾病嘅污名，令患者願意提早求助。同時建議市民建立良好嘅飲食同埋運動習慣，調節睡眠作息，打定預防針，避免患病。美國防長克格塞斯話：美軍根據總統特朗普嘅指示，再喺加勒比海打擊疑似販毒船，船上3個男人死亡，美軍並冇傷亡。克格塞斯喺社交平台發文話：涉事嘅船隻屬於被美國政府認定嘅恐怖組織。情報顯示，嗰一艘船正係沿住販毒路線走私毒品，強調美國會採取對付恐怖組織阿爾蓋達嘅方法去到打擊毒販。呢節新聞報道完。有些時候難得